最近茅台25年嘅年報一出嚟，哇，成個白酒市場地震啦！呢個就係茅台自2001年上市25年以嚟首次出現營收同淨利潤雙雙負增長啊！而且第四季度一向係白酒消費嘅旺季啊嘛，竟然單季營收跌19.43%，淨利潤下30%。嗱，好多人就係及住股價跌咗幾多啊，分紅少咗幾多，但係其實今次業績下滑背後折射出係成個白酒產業嘅大洗牌啊，同埋國內消費趨勢嘅徹底轉變。好多人以前買茅台啦，根本就唔係為咗飲嘅，而係將佢當成一款金融產品。經銷商瘋狂囤貨坐等升值，黃牛就到處炒貨賺差價，茅台嘅價格就越炒越高，完全脫離咗一款飲品嘅本質。但係今時唔同往日啦，茅台主動控量穩價，低壓渠道泡沫，擺明咗要放棄以往嗰種靠囤貨炒作嘅舊增長模式，一步一步逼住茅台回歸用嚟飲嘅消費品本質啦。而且大家都清楚啦，茅台業績下滑絕對唔單止係佢一家嘅問題，係成個白酒行業黃金10年徹底結束啦。國家統計局2026年1月發布嘅數據顯示啦，25年全國白酒產量係350千升，同比下跌12%，已經連續9年下滑啦。而對比16年嘅1358千升嘅歷史峰值10年間產能暴跌74%，足足消失咗近1000萬千升嘅產能。大批中小規模酒企陸續關停退出，由2017年嘅1593家就減少到2025年嘅887家啦。行業早就從以往人人都可以分一杯羹嘅增量空間，進入咗全量廝殺嘅淘汰賽階段啦。未來嘅白酒市場只會越做越精啦，冇競爭力嘅中小品牌就會被快速出清，行業格局徹底重塑，呢個係不可逆轉嘅大趨勢啦。伴隨住行業變局啦，白酒傳統渠道嘅躺賺時代亦都正式落幕。以前白酒經銷商只要攞到貨源，囤住貨就可以輕鬆賺差價，完全唔憂銷路噶嘛。但係而家茅台全力發力挨茅台直營渠道，25年直銷收入達到845億，比首次突破50%，正式超越傳統批發代理渠道啊！廠商同經銷商嘅關係亦都從以往廠商單向壓貨變成咗雙方共生共贏，成個白酒渠道生態都係被逼向直面消費者嘅新模式轉型啦。更加深層次嘅問題係白酒行業面臨住嚴重嘅消費代際斷層，而家嘅90後、00後年輕人根本唔買傳統白酒嘅帳㗎。而中國酒業協會嘅數據都表明啦，年輕群體嘅白酒滲透率就不足15%，反而係低度酒、果酒、精釀呢啲輕鬆隨性嘅飲品喺年輕人市場入邊增幅超過30%。佢哋反感繁瑣嘅酒桌文化，抗拒為所謂嘅面子消費買單。喺佢哋嘅眼入邊茅台就係父輩嘅社交工具，而唔係自己嘅消費選擇。除咗消費人群變咗啦，白酒嘅消費場景亦都徹底洗牌。以前茅台主要靠政務、商務宴請去撐場面，禮品消費亦都佔好大比例。但係而家呢類嘅場景需求大幅萎縮啦，輕量化嘅白酒產品越嚟越受歡迎啦。成個消費場景嘅重構亦都倒逼白酒品牌改變以往嘅產品同營銷邏輯啦。而面對呢啲變化，茅台亦都主動做出咗產業戰略轉向，唔再一味追求短期業績增速，盲目擴大規模，反而明確提出咗產量效益都要服從於質量，堅守品質優先嘅長期主義。其實成個白酒行業都一樣啦。前幾年大家喺度拼規模、衝銷量、炒日價，而家熱潮退去，行業終於回到正軌，重新就返到品牌力、產品力嘅核心競爭邏輯上面啦。靠炒作賺快錢嘅日子一去不復返啦。最後仲有一點就係前幾年大火嘅醬酒熱潮，亦都隨住茅台業績波動徹底退去啦。早前市場盲目跟風醬酒擴張，堆積出大量嘅行業泡沫，個個都諗住趁呢個醬酒嘅熱度賺快錢。而家泡沫徹底被擠破，市場回歸理性。其實今次茅台嘅業績暴跌就好似一面鏡子，照出咗傳統消費品行業面臨嘅所有變局啦。消費習慣變咗，行業邏輯變咗，唔單止係白酒，所有嘅傳統行業都要順應趨勢，貼近年輕群體，回歸產品本質，先至可以行得更長遠。